Number 11，阿克阿塔利。Number 12，Number 15，汉别克。Number 17，库克汉别克。主教练 The Head Coach 内舍科柳夫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东道主中国海南定安 solo 队，他们是队长11号。他们组成一支球队，现在的表现如何？Kırgızistan. Kazak bağlarımız da golü başladılar. Kırgızistan! Kırgızistan! 身高条件也是比较突出，来看看他上场时候的表现。又是一传，这分面对越南好，一手之后再度。直线的落点非常的高端。开始。另外的。后队今天开局打得非常的积极。Oturad hazır. 第一局目前以大分的优势领先，继续点。Gerek yok mu? 马快的调攻。16 sayında. 现在目前第二局打2号打。成功的效率。